来讲，核三厂离合机伫5月17停放了后，台湾是正式进入非核加行。不过，所传出讲高雄恒大电厂小偷团机组是连续放3天，互人质疑讲，敢是电无够用？针对这件代志，台电发言人是讲，最近因有机组咧修理，佮加上讲和平电厂跳机才会启动恒大电厂。我们的有些机组还在大修中，那最近刚好发生了和平，它的机组有跳机，那再加上我们部分的机组在检修之后维修的发生那个管还要再重新再检视，所以最近的这个供电的情况是确实被转容量率有低到8%以下，所以最近几天才启动了这个新打的3号跟4号。台电表示讲，恒大电厂3号机是今年12月，也4号机是明年12月才停放。台电伫当初宽屏的时阵有讲备用量若无到8%，就会用这个恒大电厂有备的电力。未来核管法若修订好势，核电敢会搁再运转？台电是强调讲，这个爱来详细评估。